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听说新竹关西有栋历史悠久的古屋——玉章堂罗氏书屋。在当年，玉章堂不仅是私人住宅，更开放成为教学的私塾。今天我要到关西看看这栋具100年历史的华丽书屋。这个三合院有非常特别的石雕的图案，是，可以带我认识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旁边有很特别的这个石雕的图案，它是有什么含义吗？我们都戏称这里为这个4格漫画啊，4个哦，有像哦，1、2、3。其实它这有4个故事，所以它这就有那个浏阳富国敲青钟，然后一琴一和，弃官寻母，三娘教子。其实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些图腾，然后镶嵌在这个房子里面，让我们在从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熏陶。罗大哥还跟我说，玉章堂华丽的建筑图案都蕴藏着罗氏祖先对于后代子孙深深的期待。罗大哥，我看到这个好特别哦，这个图腾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图腾是曲水万字，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7个万，这就是代表生生不息，绵延不断。哦，细水长流。是。那旁边这个是竹窗吗？竹子的话，在我们中国人里面，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像这个君子一样虚心，然后步步高升。罗大哥也提到，在关西已有100年历史的玉章堂，曾经是教育客家子弟的私塾。现在私塾不复见，但是100年流传下来的祖训依然在罗家书屋四处可见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门帘这边写“为善最乐”。积德当先哦，所以这2句也是罗家祖先对于后代的期许。是的，所以其实他把这些忠孝节义啊，然后学习智慧啊、气节啊，所有的这种故事啊，都把它刻在这个墙上，让以前在这边读书的人啊，可以看到这些故事，然后刚好也是学习。没有错，然后你也可以注意看到那边有琴棋书画，所以它这是整个相对称的。这个它有一个就是规律在里面。走进玉章堂这栋100年老建筑，可以感受到罗家后人传承先人教诲与期待的用心，这正是关西客家人传承100年最珍贵的精神。